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Min 同大家講咗的秘密嘅第8課啦。第8課題目係落實推送祝福行動，從己做起。祝福主意初衷係要幫助自己將能量送出去，然後等待回饋嘅能量。如果大家能夠分秒練習祝福，心手相連，一起付出，喺每一天嘅分秒間所面對嘅各種事物，都能夠在當下完成，也就是期盼人人都有一個圓滿嘅設定。無論當下自己嘅福分如何，都盡力完成、營造和祝福。呢一個功課，如此一嚟，隨着祝福源源不絕地推送出去，我哋也就不斷地接到回饋嘅福氣。每當一個人都清楚營造同祝福嘅重要性，就會願意承擔祝福嘅義務，因為願意承擔，能量場也就會迅速地提升。一旦能量場提升，吉神就自然地顯現，好事就開始接連地運作，世界祥和便指日可待。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嘅活動一旦推動起嚟，你會發現就像汽車引擎一樣，火星塞一點，讓車子充滿動力，能盡情地奔馳千里。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對於現今嘅你我特別重要。這一刻係要將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廣傳俾世人嘅最佳良機，讓世人明了祝福對自身嘅好處，大家自然願意發功，發出幸福嘅功，而這份幸福也是地球道場所需要的。當地球道場持續地吸收着幸福，重新恢復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嘅可能性就越嚟越高。祝福必須落實，就從你我自身開始着手，因為得福，向身邊嘅人推介祝福嘅好處，執行推送祝福行動嘅同時，讓世界眾生因祝福而得福，因得福而讓世界轉危為安。今日嘅第8講導讀我就已經完成啦。我多謝大家嘅聆聽，喺呢度我祝福大家幸福圓滿，祝福，速得福助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